是一個長篇，8個鐘我要玩幾耐？8個鐘我應該可能要玩，哇屌你8個鐘我可能要玩好耐，我可能要玩好多個月喎喂。七係第一隻唔想打翻去新化，但老實講啦，我咧，我啦，即係我講緊我啦，我自己啦，我咧我係中意第一人稱㗎，所以我係如果你問我最中意 Resident Evil 邊一集咧，我會答你第7咯。我覺得第7集係正㗎喎。咩嘛？跟住咩4大家族啊嘛，係咪啊？咩有嗰個有個魚人啊嘛，嗰個八尺夫人啊嘛，好高嘅有個吸血鬼，跟住有個係玩公仔噶嘛，嗰個玩公仔嗰個最恐怖，跟住係咯，有4個家族噶嘛，好正嘅喎，第七集。因為我中意玩第一人稱啊嘛，佢真係咧變咗隻恐怖 game 咯，幾正喎！就我覺得這個 Resident Evil 啊，我最喜歡應該是第7集，就最恐怖的第7集，跟第8集是最好玩，因為有恐怖，就是恐怖感嘛。第一人稱就是恐怖感啊，第一人稱就係恐怖感咯。第三人稱唔係唔好，但佢恐怖感就會減低啲咯。就第一人稱就特別恐怖，第三人稱不是不好，就是那個恐懼感會沒有那麼的厲害呀。第一人稱係好恐怖啊！第一人稱特別暈。如果你覺得暈咧，可能你冇刪 action blur 咯。好多時即係佢有樣嘢叫動態模糊嘅，即係你個人喐嘅時候咧，佢會 blur 咗咧，好暈嘅呢個。即係如果你一定要，如果你熄咗呢個動態模糊啦，然後咧你將個靈敏度較低，你將嗰個靈敏度較低啲，咁你就唔會好暈嘅啦。有陣時暈係因為嗰個就係嗰個動態模糊太勁啦。其實好多 game 都會加動態模糊，或者個鏡頭晃動啊。佢鏡頭會咁樣喐，或者加埋嘅一啲嘅效果嘅一啲嘅 effect 咯。咁如果你熄晒佢嘅話咧，你就唔暈嘅啦。所以無講真，我哋唔好同阿 Chris 同一隊，唔好同 Leo 做同一屆賽局。第一人稱視覺代入感強 ，yeah。第一身見到你個老婆突然間撲埋嚟嚇親死，同埋我覺得佢真係有鋪排咯，幾好嘅，真係完全一個新嘅故事啊嘛，即係嗰個第7集真嘅。第7集佢有嗰個第一人稱真係，我自己真係比較中意第一人稱嘅，但我知道有啲人會3D 暈咯。第一人稱 ，Yay! JJ good, thank you, thank you for subscribe, thank you， 多謝。Thank you。可以熄住 mon 聽你咩？乜鬼？耶！我係最深刻咯，我是最深刻印象就是《Resident Evil 7跟8》。
覺得七跟八的成功啊，它9的話應該也要出類似的感覺，真係要變成一隻恐怖 game 先得，恐怖 game IP 啊 ，Resident Evil。環境咁暗，平時冇3D 雲都俾佢搞到好暈。嚇！真係咩？我好少玩 game 會頭暈嘅喎，除非佢有 Action Blur 咯，佢 Action Blur 就一定暈，所以動態模糊係一定熄咗佢嘅。